哇哦！呀，就系点心真系，好脏哦！就系安尼啊！哎，你喺慢嘢，有冇暗伤心哦？我都死逼，我爸爸媽媽每次擺喺面上，咁多日次擺好。也去尿温咯。要依日正好，好點點落雨咧，會變無法嘅次擺嘅。以後咩生意，被大家脾氣交同樣嘅，講唔出來嘅，就每次擺咁都搞我嘅好。我爸爸媽媽就會反抗佢，唔肯同量嘅，就本佢任提次擺屋嘅好，佢聽厲害嘅，大家都拿佢冇法。呀，實在哦，行超過呢。唔是講，捱冷也愛叫下來。來去，唔得捱到去叫我爸爸媽媽。唔過，好好，唔看樣樣嘅晒啦。藝少，唔快速抽旋風，老娘哋幾日都會遲擺送開，我兩煞應該做得老幾日都嚟下來。救命！再鼓，用加實力。夠乜雞呢？嗌真係參加嘛？實實啦，老娘嘅。
做得啦。不过，俺先来团练的啦，洗拍甲洗拍去马街，嘿嘿。团马个怪亮的啊，你都无聊呢。嘿嘿。矮啲咧，係茶比嘅。唔錯。係薄嘅。唔錯。係麵粉。哦。嘿嘿嘿。唔錯。係茶咧係絲涼茶，係白芡油。唔錯，唔錯，唔錯。酸奶係馬雞啊？嘿嘿嘿嘿嘿。係洗拍。哎呦，嘿嘿嘿嘿哈，冇睇到，接書出發咯！cái xả đồng lên. Bye bye. Yo boy. No no, sale. Con nhàng sai có lời cào. Yêu kêu cô lời mà.冇叫過來，不過正好嘅人都伊人探。正好嘅人做到700嘅人嘅威脅，冇人敢反抗。意思俺也得比賽，都難殺到700嘅人。團練嘅時間到。將來參加啊，萬兒喺濃濃。嘿。真係濃濃，一定要看下睇嘅呢，唔對認唔出眼嘿，冇啥唔對看唔出來眼真係真嘅嘿。弄個腔下聲，天草有嘅係真嘅。700人，兩眼未有做正，做得兩眼就聽數嘛。700人，兩眼未有做正，做得兩眼就聽數嘛。700人，兩眼未有做正，做得兩眼就聽數嘛。要用兩個不同嘅馬子。按道講嗬，如果你就佔到不同嘅馬扶梯都死神。一條上一樣啊！按樓見到標題，係要本人到嘅嗰條正行嘅人。係我牙爸爸媽媽。唔得唔是上眼盲鼠呢？嘿。冇錯，實啦，睇下個日下，叫下劉700人殺起來。咁麼？唔得唔記得我要記你開嘛？睇下叫下劉700人走起來。
雪梨啦，我头摆安尼做唔错个啦，雪梨啦。做得留下來。No。爸公樣嘅噻。哦，很呀对哦，托阿婆，含迄自家老家就讲啦。阿婆，冇吵啦。先同阿婆講。你哋三傻要注意安全，互相照顧哦。還有細個啊，唔好聽貪食咯。家下真發現啊，我卡個點心人達本意是強強了，要注意身體，莫寒到哦。阿婆，再見。哎呦，八哥。八哥儿子嗯。